香港知名剧作家李居明创作的话剧《特朗普》3度搬上舞台，票也是卖了了。若成功引起话题，也互少年人对话剧产生兴趣。因若这出戏也是伫咧已经有53年历史的成功戏院来扮演。对时岁引进2版改编的话剧《特朗普》，将会测试第3摆伫成功戏院的舞台演出。有关是全场坐甲满，川普伫竞选总台后尾来主动围破耳的这一幕，男主角梁冠天唱词一结束，观众笑嗨嗨，拍破真热热。这个4点钟的创新话剧，自2019年第1摆公演就红起来，剧中人物贯穿古今、毛泽东、江青、尼克森、周恩来、金正恩、何锦丽、伊凡卡川普弄出来，在历史加戏幻的剧情，讲26岁特朗普对尼克森访问中国，伫甲周恩来演习顶悬，讲到失散真侪年的共胞兄弟川普，带出连续的故事。半世纪微量9年，各式角色演变，对广东大戏曲牌化作喊鼓、吉舞人，佮口水情节，观众看甲是真懊恼。若成功引爆话题，佮引起少年族群对话剧的好奇。内底2/3的观众拢是少年人。人就是他很好奇，就是对这种就是表现方式是非常惊奇的。那我觉得客观上它是會促進年輕人來了解粵劇是什麼。睇完咗之後覺得原來都好好睇喎咁樣，咁所以對粵劇成個文化嘅加持咧係好大嘅，咁亦係使到粵劇咧係成為咗一個世界性嘅劇種。甲所有傳統戲劇同款，時代演進，戲迷年會增加，市場愈來愈細。有53年歷史的成功戲院，因為業主換人，3月初3休困，改起做基督教福音派教堂。戲院大廳天房108鋪鋪頂，入口的大 logo， 無共時代作家簽名海報，建築大師彌補機會司法對聯這文物，佇個尾場演出關燈了後，行入歷史。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。